各位你好，今日嘅靈修分享呢個題目就係我嘅福分不在神以外，或者可以叫做我嘅好處不在神以外。選取嘅經文就喺聖經詩篇16篇1至4節，而家讀一次俾大家聽。神啊，求你保佑我，因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對耶和華說，你是我的主，我的好處不在你以外。論到世上的民，他們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悅的。以別神代替耶和華的，他的愁苦必加增。他們所澆奠的血，我不獻上。我嘴唇也不提別神的名號。好多嘅詩，包括呢一首呢，都係大衛所寫嘅。大衛曾經係以色列嘅皇帝，做王之前俾人追殺咗一段嘅日子。佢經歷好多人生嘅嘢，都知道神喺佢生命裏邊保守佢，所以寫出好多好有感動神、感動被神拯救幫助嘅詩。喺呢段詩裏面呢，大衛頭一節講到話，神保佑佢，因為佢投靠神。大衛同神呢有一個好好嘅互動，佢嘅領受呢並唔係咧將人家寫嘅嘢呢就抄落嚟當自己，而係佢真係見到神喺佢身上面一切嘅作為。所以第二節你會發覺佢話，我的心啊，你曾對耶和華說，你是我的主。即係話呢，大衛喺從心底裏面，佢認定耶和華神就係佢嘅主。就因為呢個主，所以大衛佢一切得到嘅好處都唔會喺耶和華以外。即係咩呢？佢嘅一切好處都只有來自耶和華。好處係啲乜嘢呢？我哋好多人有唔同嘅睇法，但係呢度嘅好處係耶和華嘅好處，對我哋係真正有益嘅。有好多我哋以為係好處嘅嘢，可能只係一個表面或者短暫，或者只係一啲嘅血氣上面嘅一陣嘅歡樂，但係呢，佢之後所帶俾我哋嘅都係一啲可能係痛苦、困難，甚至乎咧沮喪。大衛因為知道呢啲好處都唔會離開耶和華，所以佢亦都明白到好多以前嘅聖民都係有領受到呢方面嘅好處，所以令到阿大衛係好渴慕，好似佢哋咁。聖民亦都可以話講聖人啦。呢度講嘅聖人並唔係啲話好超自然嘅人，而係一啲過去俾耶和華上帝嘉許嘅人。喺大衛以往之前嘅年代有啲咩嘅例子呢？俾耶和華神嘉許過呢？譬如一啲嘅信心偉人啦、先知啦、義人啦，譬如好似亞伯拉罕啦、以撒、雅各、摩西、撒母耳等等等等。大衛好喜歡佢哋呢啲聖民，因為佢哋得到耶和華俾佢嘅好處，佢心十分渴慕佢哋，但係同時又覺得自己好似未曾去到佢哋呢一個嘅階段，所以佢好渴慕、好欣賞呢啲嘅聖民。聖經嘅第4節講到話，以別神代替耶和華，佢哋嘅愁苦都會加增啊！代替喺個經文裏面都補充咗一句，話或作送禮物給別神。我哋唔係信徒嘅咧，有時唔係好明點解要咁樣寫嘅。
但係我哋一個信主基督徒，除咗喺聖經裏面聽過耶和華上帝去吩咐人不可拜偶像，不可拜其他神，我哋好明白，我哋亦都會好遵守耶和華上帝，或者係之後佢嘅愛子耶穌基督。其實喺我哋每個人身上面做嘅，唔係單係只係俾一啲好少少嘅好處，而係一份好珍貴無價嘅救恩救贖。呢份係一份無可比擬嘅禮物，因為我哋知道呢一個咁好嘅禮物係從耶和華上帝或者係耶穌基督俾到我哋嘅手。我哋係應該去向佢感恩，應該向佢感謝，所以更加唔會話將呢一份咁好嘅恩情，將佢向咗其他嘢去致謝。呢個好簡單嘅道理一講，大家就會明白。哦，即使你係未信嘅都知道邊個對你有好處，邊個對你有恩情，你要去報恩。亦都係向翻施恩俾你嘅，呢個好簡單嘅道理，亦都因為咁帶來自己嘅幸福，帶來自己嘅快樂。所以話以別神代替耶和華，喺度經文嚟講，即係話我哋唔去感恩，反而將呢啲要奉獻、要感謝嘅嘢去俾咗第二個，就會帶來受苦。好，盼望幾節經文能夠讓大家成為生活裏面嘅祝福。好，今日嘅分享到此，多謝大家。